治立場方面咧，政治立場方面，你究竟你係一個親北京啊，定係呢個定係呢個係親呢個香港嘅即係民主嗰邊，你要好即係好分得清楚呢樣嘢啦但係第三樣嘢咧，就係咧，你究竟係一個叫點樣講咧，係即係除咗親北京同埋親香港市民呢樣，咁你而家民主上你嗰個取向係點樣樣啦？你係一個叫比較逐步支持慢慢去循序漸進去爭取民主啊，定係立即去爭取民主呢？咁呢三個議題上呢，你一定要好清楚咁話俾人知呢，咁你先至有一個叫比較叫健全啲嘅理念咁樣樣，吸引到啲人去加入嘅。但係呢，就睇唔到呢樣嘢咯，就睇到完全好似係玩緊明星效應啊！因為呢，就係以前做過高官，所以呢，就吸納咗大家慕名而嚟，但係完全呢，就唔知呢佢嗰個一間公司啦即係間公司其實又分得好清楚嘅，佢係間公司啊，第一個嘅非牟利組織啊，定係一個政黨係分好唔同嘅，因為大家就唔係可以好似打工咁嘅，打間公司為做嘢嘅啫，因為佢呢一個政黨呢。如果你原本設立嘅目的係應該係做到最終執政黨嘅，但係根據香港嘅現行嘅基本法呢，就冇可能一條規例嘅，所以根本呢，就係個政黨嘅設立呢，就非常之模糊嘅，根本就係唔知佢想點嘅。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間公司嘅話，間公司咁就冇問題啦但係你個政黨咁，你會影響到人噶嘛，你影響到成個香港嘅前途啦咁你加入政黨都係想服務大家，或者服務翻香港嘅公民或者市民嘅咁樣樣，但係如果你個政黨冇一個明確嘅目標，咁樣樣你係完全係製造緊呢個呢，即係製造輿論啦，或者係呢個叫搞呢個個人崇拜啦，就完全呢，就如果照即係我咁睇啦咁一直以嚟咁喺建制派內邊呢，就一個叫雖然大部分都係噶啦所有政黨包括泛民都係大部分都係呢個政治投機者，但係佢